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2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9章1节到17节，希伯来书11章32节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之约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必然实践，这就是约的概念跟基础。三峡教会礼拜堂新建的过程当中，总共有11次大面积我们说的平面灌浆的工程。这个工程呢，都是在毛毛细雨的天候之下进行的，但是并不是每一次一开始就是下起毛毛雨的天气。6月26号，我们的第9次平面灌浆，大部分都是直立的墙或是柱。那一天早上呢，出大太阳，邻居好朋友来找我说：“哎呦，牧师啊，你们的上帝对你们很好啊，之前的灌浆都有非常适合的天气，今天呢却是大太阳，好可惜啊。”我一时语塞，也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后来就说，今天的平面面积比较小，大概上帝要我们自己负一些责任吧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当天的下午没有多久之后呢，灌浆工程即将结束之前，天下了一阵大雨，随即就变成毛毛细雨，天上还出现了彩虹。上帝与挪亚立约的记号。可以看一下当天的这个相片，彩虹，上帝之约了哈。创世纪第9章1节到11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，说要生养众多，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，所有地上的生物、空中的飞鸟、地面的爬虫和海里的鱼，都是要畏惧你们，归你们管理。从前我把蔬菜给你们做食物，现在我也把这些动物给你们做食物，但是你们绝不可吃带血的肉，因为生命在血里。谁取了人的生命，我就处死谁。凡害人命的动物也要处死，凡流人血的，别人也要流他的血。因为我上帝造人是照着自己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你们的子孙要遍满全世界。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：我现在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，以及地上所有的动物，就是那一些跟你们从船里出来的牲畜、飞鸟等立约。我应许你们，所有的生物绝不再被洪水消灭，不再有洪水毁灭大地。我使我的彩虹在云端出现，作为立约的永久记号。这约是我与你们以及所有生物立约，彩虹是我与世界立约的记号。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在天空铺上云彩，彩虹在云端出现，我就记得我与你们以及所有生物订立的约。洪水不再毁灭所有的生物。当我看见彩虹在云端出现，我就记得我与你们和地上所有生物所立永远的约。这就是我与世上所有生物立约的记号。上帝应许就必实践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特别是在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不顺遂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上帝之约。他既然应许，就必实践。希伯来书11章32节到40节。我还得说下去吗？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提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
撒母耳和先知们的事迹呢？他们借着信心战胜了周围的国家，他们施行正义，领受上帝的应许，他们堵住狮子的口，扑灭了烈火，逃脱了刀剑的杀戮。他们由软弱变为刚强，在战争上发挥威力，击败了外国的军队。借着信心，有些妇女接纳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亲人，另有些人拒绝被释放，宁愿死在酷刑之下，为要得到更美好的新生命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，也有被捆绑、被囚禁，还有人被石头击毙，被锯子锯断，被刀剑杀死。再有人被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到处奔跑，忍受穷困、迫害和虐待。这世界不值得他们居留，他们就像难民一样，在荒野和山岭间流浪，在山洞和地穴里栖身。这些人的信心都有着很不平凡的记录，可是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的应许的，所以上帝决定给我们做更美好的安排。他的旨意是，他们必须跟我们一道，才能够达到完全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会怎么样呢？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。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，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，急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罗网，罗网破裂，我们得自由。我们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注目看你的恩典、应许以及保守，不叫我们在困境当中迷失了、失去了信心。求主赐福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